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来到了景色秀丽、天然资源丰富的台东，据说这里的客家先民多为清朝或日本时代为了生活从西半部地区长途跋涉来此开垦，也就是所谓二次移民的客家人。一锄头一本机，先民们开辟造圳，兴建家园，挥洒着汗水，用心耕作后山农业。一盏盏高挂的花布灯笼，绽放着客庄风采。今天我将带大家一同探访这迷人的台东客庄风情。辽阔的山野景致，微风中飘来阵阵清香。我来到了台东著名的茶园区鹿野乡，这里的茶产业远近驰名，除了与拥有良好的气候和土壤环境之外，最重要的是与一位从新竹二次移民到此的客家人息息相关。看到这个茶园啊，我想到温大哥的爸爸是不是第一个把红茶引进台东来的？对，是我爸爸当初大概52年的时候来台东，他就跟县政府、跟农会、乡公所就研究看怎么样让台东有茶叶生产。那当然很困难啦，因为万事起头难要找茶农，因为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嘛，你一定要找茶农，有茶农以后你还有茶苗，茶苗又要茶改厂，县政府协助，所以这个刚开始很困难。我们所有，民国55年就设厂了，56年我们就全家就搬到台东来了。是从哪里搬来的？新竹关西。那会常回去吗？婚丧喜庆的哈，平常我们有寒暑假的时候回去玩还是会去的，因为那个小时候生长的地方，很熟悉的地方。那个我是11岁，我小3年级才搬到台东来的，所以我对那边还蛮怀念的啦。那当初怎么会想从新竹来到台东这里？讲起来还是缘分的。当初一个局长在新竹县政府就跟我爸爸有认识。后来他被派到台东来服务嘛，然后他回新竹找我爸爸，老朋友嘛，都会聊天。他就提到这个茶叶，说台东没有这个茶叶这一项。当初台东最大宗的是凤梨跟白甘蔗，就是糖厂。所以那时候价钱又很便宜嘛，所以很辛苦。所以我爸爸来的时候，当初就跟他们先打契约式了，契约做，就是1公斤5块钱。所以几乎是他们的好几倍的，所以来这里他们的意愿也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台东的茶叶就慢慢茶园那面积就增加了，大概就前鼎盛时期好像达到300多公顷，所以人家讲前人种树嘛，后人乘凉，当初没有想到说茶叶会变成台东县的特色的农特产，因为其实西部算是开发的比较早。那时候温爸爸来到这里啊，其实这边算是比较荒芜的，然后要从零到有，然后慢慢的把它开垦起来。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最辛苦的。在不是很熟悉的地方要奋斗发展不容易啦。尤其我们是客家人，来到算是喉咙朗了这里讲的都是台语的地方，所以也不容易啦。所以这个辛苦其实讲。没有经历实在是很难言语形容。听温大哥聊起小时候在父亲身边帮忙的点点滴滴，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他的父亲不但没有被现实击垮，反而越挫越勇，一步一脚印，努力打拼，不但成功的闯出一片天，也为台东的茶产业开启了一扇大门。西部的种出来的茶跟东部的茶是不是各有特色？当然啦，一个地区的环境它会造成茶叶品质的那个不同。我们这里是日温比较高啦，所以我们这里生长速度比较快，所以跟其他的茶区比的话，我们这个生产那个采茶的那个季节有比较多，一年大概春夏秋冬之外，我们还有6月白，还有一个是早春茶，
所以我们的茶叶的那个香气会比较好一点。那像我记得采茶叶的时候啊，是我记得好像差不多就是要熟成，是不是5到7个叶片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采了？对，像这里有一个哦，这个就是5到7个。对，你看哦，1、2、3、4、5、6、7，对，真的对，7个，大概7个叶子的左右我们就采1星3叶是最标准。对，这样子，对，这样5到7。那我好奇是问说，像这个熟成度啊，是不是其实我们目观都看得出来？对，一般来讲我们的茶它生长的速度会不一样。墨绿色的大部分都是纤维老化了，嫩芽部分的颜色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墨绿。真的也差很多，你看这颜色一定不一样。哇，它有一点点的那个茶青味。对，茶青味会变茶香了。要就是之后要把它烹调后。甚至我们制作过程之后，对，我们一些很有经验的话，他一闻到茶青味他就知道你这个茶会不会香。那采摘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他们一般像现在我们的采茶师傅，他们大概都是用刀片。对，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手这个食指有绑一个刀片。对，他们就是利用刀片把嫩芽等于把它切断的意思。哇，我看到那个就是大姐他们采都是直接目测就哇很快。对，然后我还要找一下哪个可以采。对。温大哥说，想要做出好茶，除了要有良好的环境之外，从采茶、萎雕、静置、搅拌、杀精、揉捻、干燥、团揉，到最后的烘焙，每一个步骤与细节都是前人们流传下来的智慧，一点都不能马虎。青玉，像我知道啊，喝到一口好的茶会经过很多繁复的过程，对。然后我来到你们的这个茶工厂啊，我发现好多特别的地方，像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器具啊，我觉得它好像除草的一个剪刀，可是又不像。好，那我稍微跟你做一下解释哈。那像我们这个机器跟或者说我们这支剪刀是用途是做什么的用的？像我们这个剪刀的话，这边是夹一个袋子，这边会拨进去。所以我们在采茶、在剪茶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是像螃蟹一样横向的移动的。可是我刚刚看到现在是用刀片了，对不对？对，因为这是我们最早期我们所俗称的机器剪茶，我们称为机剪。那真的是还是以人力为主的机器啊。可是你说袋子绑在这边，那个叶子不会从这边飘出来？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这个是有一个平面凸起来的地方，它是会把柴拨进去，它是拨进去的部分啊，所以它的柴是不会外露的。那为什么现在不用这个，反而要换？因为现在我们用这个机器来做剪茶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讲求的是精致农业，像以前我们在制作这个会拿这支剪刀来做剪茶叶的时候，是因为是做阿萨姆品种，以前我们是做碎红茶，那因为我们现在走精致路线，所以我们都是采1星2叶，讲求都讲的比较品质的。有啊，我刚刚就发现这个好特别哦。对，而且我现在看到也有一个很特别，是我看到这里有不同款式的帽子。对，好，我也才跟你做一下解释啦哈，解说。像这个是我们所俗称的1代型的斗笠，这个是我们俗称的2代型斗笠。我让你们猜一下为什么称为2代型？还有分1代、2代，这是1代，这是2代。我稍微开。像它这个话可以开孔式，哇，这个可以开一个孔哦，这是要拿来透气的吗？对，所以我们在夏天采茶以前的话，风会从这边吹进去，那还是比较热的阶段，还是很热了，但是稍微的比这个1代型的凉一点点。可是这是很贴心的设计耶，因为我刚刚发现农夫啊、农民是非常的辛苦，对，尤其是大太阳啊，那种太阳晒下来是非常热，哇，这个是可以透气，这是可以透气的部分。对，那现在我们的话还有第3代型的斗笠，还有第3代，对，我再跟你做介绍一下。好。第3代变雨伞，对，我们俗称的伞帽了。那我们这个还会把它打开。那这个是要这个怎么戴？我来教一下。像我们的话会先请我们讲戴着也可以，然后我们会把它盖上去，用这样合上去的方式，然后这2条线是绑在我们的下巴。可是这个雨伞不会很重吗？其实这戴上去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任何重量的。真的吗？对，那我来试看看。你也可以试看看，真的不会很重吗？不会。所以我先戴好这个。对啊，因为我们的头要戴低一点点，再低一点。这样子对，好，来稍微的，你比我高，你可能要蹲低一点。我蹲一下。对，好，这样子。然后这2条线是要绑在你的下巴。绑在下面。对，绑在你下巴。好，对，绑在你下巴，拉紧一点没有关系。好，拉紧。这是，对。然后打个结。是。
哇，等于是撑了一个阳伞的没错感觉，，撑了一个雨伞在头上工作，所以这个话其实是感觉到不到这，哎，对，其实真的很轻哎，很轻又很稳啊。其实你绑绑紧一点的话是很稳往的。上看，往下看，对，非常的轻。对，其实你感觉不到其任何的动力。实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的，就是对我们农民来是说，体恤的。对我们的采茶阿嬷，因为在采茶过程中是3个200岁了啦。听庆玉如数家珍的介绍着从爷爷时代保存下来的传统器具以及制茶机器，不难想象当年鹿野的制茶盛况。庆玉说，每家茶厂依制成方式不同，烘焙出的茶叶也各有风味。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就是有着奇特香气的红乌龙。好奇的我也迫不及待想要好好品尝一番了。哇，好香哦！哇，好特别哦！它喝起来就是甜甜的，对，它是有红茶的口感，然后有乌龙茶的香气，对，然后又有一点点的那个蜜香，其实味道有一点点像东方美人茶，一点点那种蜜香味。对，其实它跟东方美人很类似，只是做法，东方美人属于重发酵，我们这个是发酵大概在80到90这个中间。今天很高兴跟温大哥一家人从采茶、制茶、品茶，了解到很多的茶叶知识。那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啊，茶一直是跟生活是非常紧密的。那我自己觉得喝茶是一种享受，可以让心情愉快。那古人也常说茶可以清心也，那就代表以前喝茶的时候啊，是可以放松、沉淀心灵的。那在这里呢，我喝到了非常特别的红乌龙，让我看到不一样的红茶色彩，也在我心中留下念念不忘的好滋味。今天真的谢谢温太太，好，谢谢。清新甘润的喉韵缭绕在鼻尖的浓郁茶香，每一口温热的茶汤都让我感受到后山客庄子弟们对这片土地的珍惜与热情。离开了茶厂，我来到同样位于鹿野乡的大园地区。听说这里的居民大多都是由桃竹苗地区的客家移民所组成。为了重温早期客庄的暖暖回忆，居民们齐心协力，用双手打造出一盏盏别具特色的花布灯笼。究竟这里的灯笼有什么特别之处？跟着我一起去瞧瞧吧。曾姐，我发现这个走廊上挂满了好多的灯笼，是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灯笼馆？是哈，因为早期在这个地方是退伍会的就是租借给农会，已经闲置了18年之久。从92年开始，我就慢慢的就是一乡一特色，将我们的特色呈现出来。那时候才开始慢慢有了这个生活灯。花布灯笼生活文化馆这样，我发现这里的灯笼最特别的是，它用客家花布，然后融合这个灯笼。当初是怎么把这2块结合在一起的？是哈，因为那个花布是早期我们的阿嬷的徽帛，一样是客家人，他家里面进行就是这样运用上去。对啊，对啊，我刚看到用好多的这种牡丹啊，其实就是象征富贵，就是象征大富大贵这样子。所以说早期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花色就只有蓝色和红色2种，因为红色的话就是代表女孩子是温润无雅啊，那个蓝色的话是敦厚老实，所以说就是这样把他们的精神呈现在那个灯笼那个身上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对。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灯笼啊，跟我一般看到外面的灯笼有哪个地方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早期的灯笼，它是不是用竹片或是铁丝？我们客家人精神是很坚韧不拔这样子，凡是什么事情就坚挺毅力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灯笼的时候，材质就是这样子，要这样精神附上去。所以这个材质不是用那个铁钉，或是用那个拴起来，那它是用什么样的？不是，它是一个很坚实的木芯板，然后依照不同的尺寸，一寸一寸的慢慢的车出来，不同的大小规格。所以你说的木芯板是一片一片的木头吗？对。原来这个灯笼最特别的地方，它是用一片一片的木头，然后把它就是拼凑起来的吗？是，这就是跟我们客家人的精神一样，从前山来到后山，就是你看
从山沟推弯，乘风破浪过来，就跟这精神是一样的。因为木芯板它是一层一层，慢慢的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让象征这样的一个引申它的精神在这里面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很想问是啊，我有看到这个灯笼啊，有好多的用途。那这个灯笼通常是会运用在什么地方？其实灯笼早期的话，我们是挂在门口。现在的话，我们不需要是说像我们希望是传承旧的，然后创新。现在你无论在每一个角度，可以看不同的氛围。它港影的精神就是这样，无论在哪一种环境之下，它会迎合在每个角落都会处理得圆圆满满。朴实的客家花布下，包裹着坚硬的木作骨架，好比在后山打拼的客庄子弟们应景与执着的个性。曾姐说，想要更加了解当地的客庄文化与精神，必须先去拜访一位擅长制作灯笼骨架的黎大哥。大哥，你以前是从苗栗那边就是移民过来的吗？我父亲是在苗栗移民过来的，我是在这边出生的。我今年已经55岁了。哦，55岁了哦，因为刚刚曾姐啊叫我一定要来自己参与这个制作过程，而且我刚刚有听那个曾姐说啊，就是黎大哥在做这个木造的这个工作啊，是没有领薪水的，完全是用公益、用很热情的方式去投入的啊。我也是客家子弟嘛，对不对哈？我的想法的话是说，我要把这个文化还要再继续传承下去，所以说。要把这个研发的所有的过程也是一样哈，要教导到下一代的，以后他们还是会继续在制作这个花布灯笼这样，我觉得很不错，而且凝聚一个社区的感情，对，我觉得很棒。我们早期的时候都是牡丹，就是只有蓝色、红色这样子2种颜色而已。可是呢，现在要传承创新，所以说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都有哦。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是紫色，没错，体验一下来到客家庄的精神。OK， 是不是有不难度？对，摸错，OK。哦，我刚刚转错方向了。是你这只手在转，不是他在转。哦，是这只手在转吗？我好蠢哦。在黎大哥热情的指导下，我渐渐地学会了灯笼骨架的制作。黎大哥说，这里的花布灯笼里面都是由8片木芯板制成，除了有8面玲珑、处事圆融的含义之外，还有个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含义，就是我们客家人他港影的精神，就是要一步一脚印，他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的过来，这样子。希望是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是大家都可以圆圆满满的，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感觉就好像台东这里2次移民啊，然后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开垦，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家乡把它打造出来。对，哇，没错。原来小小的这个灯笼啊，有这么多的意义在里面呢。OK， 你看，你看看，为什么很漂亮？它其实就是那个牡丹花哦，我们的这个牡丹花还有油桐花，我们早期的时候都是牡丹，就是只有蓝色、红色这样子2种颜色而已。可是呢，现在要传承创新，所以说迎合大家的口味，所以说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哦，都有哦。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是紫色，没错。可是它都离不开我们客家人的一个大富大贵的叫做牡丹。对啊，因为牡丹就是象征富贵、吉祥。对，体验一下来到客家庄的精神。OK， 做点毛。做点。操。那个珍姐赶快帮忙我好了。对哈 ，OK。哦，所以其实这个要2个人一起。时间会做得比较快，会做得比较完美一点点，因为希望事情都做得完美。就是来，你看看这边一步一脚，一定要每一个地方都要面面俱到。好，OK， 对，来，对，操，哇，你刚刚看。就是像人生一样旋转，来，快，已经快完成了，快，加油！直接转。对，猛操，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让没有经验的年轻人，OK， 哦，我刚刚转错方向了。是你这只手在转，不是他在转。哦，是这只手在转啊。我好蠢哦！是要你的这只手在转，不是转这一只。你这边一直转到天亮。我太蠢了哦，我的问题。曾姐刚刚带我做了这个花布灯笼，又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灯笼。原来要木造骨架的原因，是因为要象征客家人适应环境的坚毅，还有坚定的精神，配上有浓客家情怀的花布。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融合了这个在地人所有人的诚意和心意，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纯手工打造的。当然还有曾姐刚刚的人生智慧，也都融入在这个作品里面。今天真的是谢谢曾姐带我又重新认识了这个灯笼。谢谢。用温暖的双手将怀乡的热情融入在风情万种的花布灯笼里，除了让后代子孙能够了解先民们来此开垦的辛劳与贡献，也让客庄文化的美透过一盏盏的灯火，在后山绽放着光芒。背起行囊，我再次踏上旅程，来到了拥有好山好水的池上乡。这里不但是台湾客家2次移民之后山主要分布的区域之一，也是台湾知名的米乡。究竟稻米与客家人有什么样的渊源？池上为何能种出闻名全台的好米？据说当地客庄有位稻米达人，我这就来拜访他。邱大哥你好。我是道玄，道玄你好。我好像看那个邱大哥是不是在那个插秧？对，在补植哈，有些那个被那个鸟吃掉的，要把它补植回去。对，那我可以帮忙你吗？好啊，你喜欢的话，你可以下来体验一下。背包客就走到哪体验到哪。好，很辛苦哦。不会，马上来帮忙那个邱大哥。要小心哦。好，这个就是这个有被那个鸟吃掉，以前比较深的地方，插秧的时候比较深的地方，这个有缺的地方，要把它补回去，还有把那个草拔掉，因为呢，这些草都是会跟稻子抢营养的。等于是这稻子的坏朋友啊，统统要把它隔离啊，不能跟稻子抢这个营养。那我们撒下去的肥料才会被稻子完全吸收。这个也是。其实它长得跟稻子有一点像，只是它是圆形的。对啊，它慢一点，它会开花。这个会开花。开花以后，田里面都是这种草。还有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那水稻这个稻田就是需要一个平整的一个土地嘛，然后需要大量的水源，然后要施肥啊，它是有一个时间性4个月它会循环一次，6个月循环一次这样子。那像我们池上，我们的大宗作物就是水稻，这边普遍的农民都是赖以为生的，就是水稻。那当初为什么客家先民会来到池上乡这里来开垦？客家家族里面，早期从大陆来台这样落地是在新竹嘛，桃园地区那一带嘛。后来因为是那个地方太拥挤，太多人在那边，然后很多客家的先祖他们认为大家都挤在那边要怎么生活，所以渐渐的就是往那时候所谓的这个后山，然后就往这边迁徙，然后有迁徙到花莲到台东，然后就在这边落地生根了。这边客家人的这个由来是都是外地迁进来的，像我们家每年都要回去关西那边扫墓，所以是新竹人。对，我们来台祖是在新竹那个地方，在落脚。那我是在池上出生的。其实我能想象，如果当初客家先民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环境是没有现在这么的好，所以那时候其实算是蛮刻苦的。从事这份工作是为了要生存，不是说要为了更好。以当时那个时代，像在我童年的时代，我爸爸他们那一代，那个等于1包谷子是换1包的肥料。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现金的这个部分，那等于是说你这样很辛苦的这样种，然后这一期的那个稻谷收起来，你这个家里面可以维持住，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就 OK 了。老一辈的这个农民他们的精神就是刻苦耐劳。那我们这一代的农民，我是觉得应该要多一点这个活力，然后要创新的东西，但是老一辈留下来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也要一并传承下来。
大哥说他年轻时曾到北部求学生活过，为了回报这片父母亲辛苦耕耘养育自己长大的土地，回到家乡后除了继承家业，也思考着如何运用所学，为这片土地贡献一些心力。邱大哥家里本来就是也是在这里种田嘛？对，我们家移民过来以后在这里世居，然后都是以种水稻为主业。那当初回来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困难就是种田很辛苦啊。那个太阳出来了还是怎么样，那田里面没有完成的工作，再怎么样硬着头皮要去完成啊。比方说这个像山上这个缺水。那在轮灌的时候，3更半夜2、3点，很想要睡觉，那也要去放水啊，因为那水的轮灌的时间已经轮到你一定要去水头那边放水。然后你也知道乡下地方啊，然后夜间就是有什么东西啊，有蛇啊，有什么，也蛮危险的啊。那生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邱大哥，我刚刚是有看到这个农田呢，它是阶梯式的，这个是跟灌溉有关系吗？对。因为这是在山边的梯田，那梯田它有好处也有坏处啊。那它的好处是说它有阶梯的这个层次感，然后它对于我们这个水稻需要的这个空气的流通性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说灌溉水往低处流，那在管理上会比较好。不过在工作上因为这山上的田它这个泥土也比较深所以工作很不方便因为它这个土壤层非常的厚，所以那个农机到那边都会陷下去，所以不好工作。有，我刚走下去的感觉就好像它是很容易陷下去，可是又很软，然后又很黏，所以很容易就是如果一不小心，我就觉得我要跌倒了这样。对。所以这边就是说，像山边的田它在灌溉上面它的困难度比较高那尤其它是在山边，所以那个水要引上来，所以就会形成缺水的现象。像每年这个清明节到端午节，一直到收割这一段时间到4、5月这3个月会通常这个夏季来临，这缺水的状况非常严重。那所以就是说，通常的搭配就是一个调节灌溉池，像这个我看到这个就是蓄水池嘛。对。那它这个就是说把那个水把它引到这个池塘里面。它叫调节灌溉，通常把这个水蓄在上面。那等到你田里面缺水的时候，再从那边的水再漏出来，把它放到田里面，那田里稻子就不会缺水。水质清澈、日夜温差大的池上乡，拥有种植水稻的绝佳环境与气候。早期客庄先民们为了改善灌溉问题，开闢造圳，将荒地变成了良田。而今客庄子弟更沿用先人的智慧，运用科学方式改良土壤品质，让这里不只成为种稻米的好地方，也能种出闻名全台的优质好米。结束了例行的农事，热情的邱大哥邀我回家做客，扑鼻而来的米饭香气不禁让我食指大动。好，那我赶紧来品尝。基本上会发亮的米饭一定好吃，粘弹性一定很好。我觉得吃到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饭粒它是有点粘稠性，但是它其实是粒粒分明的，它咬起来的那个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水分也蛮饱满的。对，比较专业的讲法叫 Q 中带软，软中带黏。它虽然是很 Q， 但是你全部是 Q 的话，就会吃起来会太老。完全的软没有用，那软你一咬下去它散掉，然后软中带黏，它要带一点点黏性。对于农家子弟来说，稻米的丰收除了代表勤奋耕耘的收获，也象征了生活的安定与希望。尤其是以米饭为主食的客家人，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总会兴高采烈的冲米、磨米，搭配不同佐料，制成各式各样的糕饼点心，来招待亲朋好友或敬神祭祖，祈求阖家平安。今天与邱大哥到田里工作，让我深刻感受到，池上米代表的不仅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好滋味，更是客家先民来此开垦所留下的珍贵宝物。
师你有听得到我打的鼓声？不一样，就是你打的不一样就是你的。哦，真的。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你的，那一定有吗？有不一样吗？有不一样，有不一样，速度慢的。好，哎。在了解水利灌溉对台东农业的影响后，听说丰原圳是早期台东县内由人民自发性组成，以人力及简易工具所开挖的水圳，也是影响台东农业很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为了更加了解丰原圳的历史，我决定再次前往鹿野的大园地区，拜访当地熟知此事的人。蓝大姐，我刚刚自己到处旅行啊，就看到了这个丰原圳，我就发现这个丰原圳好像有充满很多故事在里面。对呀，所以这个丰原圳是不是对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的重要。以前我们这里没有水源啦，我公公他们就召集全村的乡民一起开这条丰原圳，现在还是我们重要的水源。现在不管是过去、现在啊，这个都是现在民生用水用的。我们这里的田水田全部要靠这一条圳。这条丰原圳啊，当初是怎么盖起来的？是用徒手还是用徒手用挖用挑的，完全是人工一担一担的挑这样挖。一人用分摊的一户人家几户人家做多长这样去这样分摊去做的，很辛苦的，非常辛苦。那蓝大姐是从哪里移民过来的？我们是在新竹那边移民过来的，那时候没有水源啊，所以后来渐渐的有丰原圳以后很多人就迁居到这里来。蓝大姐说，当初开凿丰原圳时，当地居民不分客家、闽南、原住民等族群，大伙儿一锄头一本机，齐心投入开圳行列，历时将近10个月，终于将这项艰巨的任务完成。除了为大园地区带来丰沛的水量，提升农业经济效益，也为当地带来大量移民，促进经济的发展。此外，在丰原圳13条支线中的第10支线，同样也是早期当地农民为了将水源从低洼处送往2层平地区，以人力徒手堆砌而成的浮圳。浮圳的完成，不但让当地的农田不再饱受缺水之苦外，近年来经政府重新整修后，也跃升成为当地知名景点之一。因为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全部的水田地全部都是旱地，一灌溉水都不方便，才有了这条的圳沟这样。它那是6月份才开始在施作，听说当时的时候天气热到真的，他们日以夜季都是在挖那条圳沟，真的是全身都脱光了衣服在那边战斗，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哈。这浮圳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先人，这么的辛苦为我们找这条圳，因为这条圳是比较完整看得到，因为它以水面上比较高嘛，比较高，所以说从远远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因为它的水是从中央山脉流向海岸山脉，所以看起来的话会有一股叫水往上流的那种奇景这样子。而且我刚看后面的这个稻田啊，好漂亮哦，真的。这里的美景啊，会记在我心中，是很深刻的。是。饮水思源，感恩惜福。大园地区每年所举办的水之祭民俗祭典，除了为了答谢丰原圳为当地带来的蓬勃发展之外，也希望借此让后代子孙们能够铭记先民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沿着一路迷人的景致，我来到了关山。据说这里有群爱好音乐的客庄妈妈们，不但成立了客家锣鼓班，更透过阵阵强而有力的乐声，宣扬家乡文化。看到妈妈们卖力地敲打着锣鼓，我也赶紧拿起鼓棒跟着练习。老师，你有听得到我打的鼓声吗？不一样就是你打的不一样就是你的。
哦，真的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你的耐定有吗？有不一样吗？有不一样，有不一样，速度慢了。好，罗老师说，小时候看到许多移民过来的客家长辈们，闲暇时总会聚在一起演奏客家锣鼓，耳濡目染下，对客家锣鼓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自己有天也能够将这样的音乐文化传承下去。为什么当初会成立这个千岁的锣鼓班？在20年前，社区妈妈有向理事长建议啦，说我们可以来组这个锣鼓班，理事长来找我说我就一口答应。从20年前就开始组成，当初有20几位都是妈妈他们，年龄加起来超过1000岁，所以想说取个千岁锣鼓班这样子。20年走来都没有间断，一直持续练，一直持续练习，所以走到今天。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一个团队。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以传统客家锣鼓，因为我从小就接触阿公传下来的客家锣鼓，我有这个责任。我想说这个东西，我希望能够不光是传承下来，我还把它让它发扬光大。我是客家人，那我们刚刚这个整个团队90%都是客家人，所以我想说客家人，然后我再带进客家音乐、客家歌谣，他们会更亲切。唱起客家歌谣，他们感觉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不错。我们客家人唱客家歌真的是非常亲切。然后我再从这里切进来，客家歌谣，那带进我的锣鼓点，然后两个搭配起来，我打得很高兴，他们很有自信感。面对年长的妈妈们，我很好奇，当初罗老师是用什么方法教导他们，而妈妈们又是如何学会客家锣鼓呢？他们可以说从零开始，没有一位妈妈们都学过音乐的所以我就一个音符慢慢教，要很大的耐心。你没有很大的耐心就会教不下去。像刚刚就看到那个音符这样子打，我觉得以前练习上是不是有碰到比较辛苦的时候？那谱都看没有？看那个豆芽菜真的看不懂。有时候练到一半就学不来，不想学。后来看到人家有的又那么成就，我们又要加油认真这样学起来。因为我们老师太辛苦教我们，是太累了。那我们不要辜负他。那有曾经就是打这个鼓，因为我刚刚打都要力道会不会有曾经打然后受伤过？有，就是我们力道都是抓在这里嘛，都是这样打的嘛，这边会扭到了，去扭掉这样，这样。哇，就是扭到了，会酸痛，酸痛。后来都要戴那个护套，这样练。在学习这个鼓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学习的时候都在打轮胎，因为以前是在打轮胎才会吵人用轮胎来练习，才会吵人，不然很吵，不然你直接打鼓很吵。他们不会打的时候，一定要从轮胎打起，不然受不了你叮叮咣啷那太吵，那受不了，你也会受不了。对，所以我喜欢叫拿轮胎来打。除了将客家歌谣融入在传统客家锣鼓演奏中之外，卢老师更大胆尝试将国乐与客家锣鼓相结合。本身的音乐，你光是听音乐你就很震撼，会很兴奋。再加上我们锣鼓，那真的是很难形容，怎么那么喜悦，而且能够打出自信。你看得到，妈虽然70岁了，但是打起来还是很有自信的感觉。这样。那当初在把它融合的时候会不会一开始是有冲突的？不会，因为他们的锣鼓的基础打得很稳，所以你现在只要我音乐进来，然后鼓谱弄出来，稍微讲解一下就 OK 了。只是说年纪越来越大，要他们记谱比较难一点，所以你看一首曲目要练很久，才有今天说不用看谱，才能够呈现出来。哇，其实刚刚听老师聊完我发现老师身上有一个非常重的使命感，在他的教学上面。那也看到学生呢非常认真的投入在打鼓的上面。那他们除了打出了默契，打出了情感，那还打出了刚刚老师说的归属感跟认同感。也希望透过音乐呢跟打鼓声，打出属于自己家乡的歌曲。透过阵阵的锣鼓声，不但让我感受到妈妈们对音乐的热情，也让我感受到他们对守护家乡文化所付出的坚持与努力。谢谢老师。
这个房子当时盖的时候，很多都是就地取材，就这个前面这个4根柱子它是榉木，相当珍贵的我有看到这个好特别哦，它是8角形，而且是红色的，比较粗的这种，就是支柱型的。这个都是榉木哦，是相当珍贵的。为什么我们叫土楼呢？当时制造的时候，它是用竹子并排铺上泥土，但可能3、5年以后，它那个会剥落，所以说后来又再重新钉木板。就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我看到里面这个木头里面啊，它是用泥土做的，对，然后外面现在我看到还有加一个就是木头把它盖住，这个后来才把它加上去的。同样在关山地区，听说还有一栋具有历史意义，见证了西部客家人在半世纪以前来此开垦打拼的土楼建筑。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一同前往拜访吧。苏大哥，我刚刚看这个苏家土楼啊，它充满了历史的痕迹，而且我刚刚走上来，我发现这个土楼是盖在半山腰间。当初为什么苏家的人会在这里盖这一栋房子？在没有盖土楼之前，它是一个茅草屋，但在民国48年的时候开始建造，大概49年才落成。因为我以前看到的客家建筑都是可能是3合院，或是那种护龙式的合院，我比较少看到是这种是2层楼式的客家建筑。因为这可能是受了地形的影响，地形可能是没有那么宽阔，不容许盖什么3合院、4合院这一些，所以说他才会盖一个楼房这样。苏大哥说，早期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大多都是原住民。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原本生活在苗栗客家庄的苏家人东迁移居至此呢？大概在民国30年左右吧，他们成立一个咖啡株式会社，需要工人，他就准许汉人移民到这边，所以我伯父他算是第一批移民到这边来的。我是民国以后，我们也是一样从头份过来。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到这里来？我是听我父亲讲的啊，我伯父回过去以后说，你现在你家里有那么多孩子，靠零工来生活的话，是很难生活的，因为那时候西部也没有什么工厂嘛。他说这里的土地很便宜，你只要带了几千块钱，那时候把那边的几千块钱来这里，你可能买到1甲地、8分地还是什么东西，他这里土地比较便宜。所以说我父亲就跟着过来了。其实也是为了家人的生活，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好。对。离开熟悉的家乡，搬迁至此的苏家人，为了生活更加努力打拼，不但逐渐的在地方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家土楼更成了当地最具指标性的建筑。这里以前是一个凹地嘛，比如说他们山上生产的，不管你是猪只啦还是什么东西，在这里在整理过后，才用牛车拉到关山市集上去做一个买卖。那以前的人如果要到山上的话，是不是这边也算是给他们休息旅行中休息的地方？对，不管你是休个息也可以啦，喝个茶啦。他这边因为我伯父也很热心啦，他可能会在家前面那边放个1桶茶还是什么东西奉茶。对。哇，我听说是不是会在这里啊，也会办那些就是酬神啊，或是就是让来的人就是感谢啊的一些演戏的庆典这样。大概是在民国50年左右了。就有大家发起说，大家常常会有祭典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利用妈祖生。妈祖生是农历3月23号，我们为了不跟关山那一些重复，我们就来定一个日子，我们提前就3月15号。所以说，现在每年的农历3月15号就是我们酬神谢神的日子。不管是作为酬神祭祀，或是闽客原住民族群间的集货之地，苏家土楼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究竟土楼与一般建筑有何不同呢？这个房子当时盖的时候，很多都是就地取材，像这些树木这一类有没有它可能是日据时代种的枫香啊，像这个前面这个4根柱子它是榉木，相当珍贵的
对，我有看到这个好特别哦，它是八角形，而且是红色的，比较粗的这种，就是支柱型的。这个都是榉木哦，相当珍贵的啊。为什么我们叫土楼呢？因为它这个当时制造的时候，它是用竹子并排敷上泥土啊，但可能3、5年以后，它那个会剥落，所以说后来又再重新钉木板。是不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我看到里面这个木头里面啊，它是用泥土做的，对，然后外面现在我看到还有加一个就是木头把它盖住，这是后来才把它加上去的。哇，那其实代表光这个建筑上啊，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以前的生活啊是有一定的辛苦在的。对。对于当地人来说，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苏家土楼不只是一栋建筑物，更是当地精神象征的地方。洪大哥，你记得当初这个苏氏祖先啊来到这里盖苏氏土楼的时候，当时他们在这里生活的状况吗？当时他们这边算是一个大家族，也是一个地方上的领导者。因为以前的教育比较不普及嘛，识字率不是那么高。就是他们苏家就是有读过书，所以他们比较对文件那些的比较了解。所以他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会比较明理一点，因为大家平常也都在这边聚会，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以前我们童年的时候都要去山上养牛，几乎我们每天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爱这个地方啊，都喜欢来这个地方。抚摸着土楼的斑驳痕迹，感受着先民们来此开垦的艰辛。那种不畏艰苦的客家精神，透过土楼的保存，将深刻记忆在后代子孙的心中。这次旅行看到了很多细致的人文情感故事，我深刻的感受他们青春岁月累积的甘与苦，还有他们口述历史难忘的酸与甜，还有客家先民来这里开垦的故事。其实啊，感觉那个画面啊，好像都历历在目，带我重温那宝贵记忆的时光中。那其实我今天自己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啊，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之间长时间的交互的作用下，形成了那种人与自然之间非常微妙的平衡。那我觉得是非常的纯粹，也是这里最珍贵的无形资产。今天下来啊，真的是感触好多哦，那种心境啊，就好像是与世无争、返璞归真的感觉。很高兴啊，今天能细细的去品味这个移民的客家庄台东。